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食補同埋動補都係咁重要嘅。除咗食養身心呢個系列之外咧，以下落嚟咧都會有一個系列咧叫做動養身心。透過我所設計嘅對應五臟六腑嘅經絡操，幫助大家咧改善翻心情啦。咁同時亦都可以咧通暢翻我哋五臟六腑嘅氣血循環嘅。春天肝氣當令，養生重在養肝。咁喺養肝嘅同時咧，我哋要知道咧肝膽經係點樣循行嘅喎。首先我哋可以望一望呢幅圖啦。肝經循行嘅位置咧，首先咧就係由腳嗰個位置一路上到小腿嘅內側，到大腿嘅內側，跟住咧就係我哋髖關節嘅內側，去到我哋嘅腹部旁邊呢個位置就係肝經嘅位置啦。咁另外咧，膽經循行嘅位置咧就係咁樣噶啦，就係由頭呢個位置、眼尾呢個位一路咧去到頭側呢度，係啦，跟住到頸側，然後去到我哋腋下呢個位、胸側呢個位置，咁一路咧去到我哋下肢嘅外側呢個位置。一路落去到小腿邊邊位，到我哋嘅腳外側呢個位置就係膽經嘅位置啦。咁我哋知道肝膽經嘅循行咧，就好容易知道我哋做啲咩動作咧，可以疏肝利膽，改善肝膽嘅情況啦。平時咧，我哋喺辦公室嗰度咧比較少喐動我哋下半身嘅。咁以下落嚟嘅動作咧，可以幫助咧我哋疏通翻下半身嘅肝膽經嘅位置。大家不妨咧同我一齊做一做啦。首先打側身瞓喺個墊上邊，然後左手撐住個頭，右手放喺墊上邊，下肢完全伸直。吸氣嘅時候，右下肢抬高；呼氣嘅時候，右下肢放低，放鬆同埋穩定上半身。如是者再做10次。跟住用同樣嘅方法，用左邊嘅下肢做10次。大家可以一齊跟我做，記得保持呼吸嘅均勻。第二個動作，左下肢喺腹前屈曲，右下肢往後伸直，上半身盡量挺直，雙手撐喺兩側嘅地氈上面，頭往後臥高。做嘅時候，請保持呼吸均勻，唔好閉氣。再默數10秒鐘左右。完成之後，再做抱膝呢個動作，放鬆腰部嘅肌肉10秒鐘左右。跟住用同樣嘅方法，用另外一隻腳做10秒鐘。因為髖關節內側近小腹嘅位置有肝經主要嘅穴位，急脈穴、陰廉穴同埋足五里穴。呢個動作咧可以好好咁樣疏通呢部分嘅經絡。大家可以跟住我一齊做啊！第二個動作咧就係針對翻我哋肝經嘅位置嚟嘅，尤其是係針對翻我哋髖關節嘅內側呢個位置。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多婦科病咧都係坐出嚟嘅。咁呢啲位置如果多啲喐動嘅話咧，可以幫助我哋預防好多婦科嘅問題，同時咧可以疏肝利膽嘅。第三個動作，將右腳伸直，左腳屈曲，右手握住小腿嘅下端。吸氣嘅時候，上身往右側側彎，同時左手舉高，再往右側帶動腰部側彎，再呼氣。如是者做10次。吸氣嘅時候，我用同樣嘅保持自然而均勻嘅呼吸。第
第3個動作咧，可以疏通翻我哋上下半身咧肝膽經嘅位置，尤其是膽經個位置咧，其實喺我哋腋下經過嘅位置。咁做呢個動作咧，就可以幫助咧我哋疏肝理膽，更加令到咧好心情嘅。第4個動作，首先躺平，雙手放喺身嘅兩旁，上下肢平排伸直，髖關節、膝關節同埋踝關節往上伸，完全屈曲，再向上伸展呢3個關節。吸氣嘅時候屈曲，呼氣嘅時候伸展。大家可以一齊跟我做，記得保持呼吸均勻。肝主筋啊，透過喐動下半身肝膽經嘅位置咧，可以幫助我哋疏肝利膽排毒嘅。平時咧，如果我哋坐得多嘅話咧，會導致有婦科嘅問題，同時咧亦都會加重便秘嘅。咁以下落嚟呢個動作咧，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核心肌肉群啦。咁同時亦都可以令到咧我哋多啲喐動髖關節所對應嘅肝膽經嘅位置嘅。首先躺平，右下肢抬高。喺空中畫10個圓圈，可以慢慢咁樣畫，保持呼吸自然同埋均勻。再用同樣嘅方法喺另外一隻腳再做10次，大家一齊跟我做啊！記得保持呼吸暢順。喺做動作之前咧，我自己習慣咧就會用我自己所研發嘅呢個經絡按摩霜，搽翻腋下嘅關節、髖關節嘅內側、膝關節嘅後側，咁同埋腳眼嗰個位置嘅。搽嘅時候咧，就會係按壓之餘咧，會拍一拍嗰啲經絡，咁再做嗰啲動作咧，就會有事半功倍嘅作用噶啦。呢個經絡按摩霜咧，就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細個時候咧，我係一個好文靜嘅女仔嚟嘅，所有啲旅行啊活動都唔參加。咁於是乎咧，爺爺就同我講話：你明唔明白咩叫生活啊？咁我就同爺爺講：生活即係話我哋平時咧要做功課、食飯、瞓覺呢啲咪叫生活咯。佢話唔係，生命咧係重在活動，意思即係話咧，我哋每個人咧都要有適量嘅活動，先至可以咧令到我哋身心愉悅嘅。如果成日都病埋一邊咧，就會令到你自己性格孤僻噶。人喺呢個社會嗰度咧，要多啲同人哋溝通互動，咁呢啲都係活動，呢啲都係生活嚟嘅。除咗靜態之外咧，動態都好緊要嘅。靜態就係你平時咧做功課啊、讀書等等，呢啲都係靜態嘅。動態嘅話咧，就係你要參加多啲課外活動，去增長自己嘅知識。動靜結合咧，先至可以有一個完美嘅人生嘅。咁之後咧，因為爺爺咁樣講咧，我參加多咗啲課外活動，咁同時咧，亦都多咗同人哋溝通，個人都精神咗、開朗咗。咁所以咧，爺爺咧幫咗我好多嘅。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我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動養生心呢個系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掣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或者大家咧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